澳門地方細細，充滿咗無限可能。俾大家睇下我嘅視覺。哇！我係唔會望下面㗎。呢度係特別驚嘅，呢度因為太大個海啊。呢度有歷史嘅寧靜，亦都有時代嘅繁華，仲有600年嘅中西文化底蘊，凝聚成自己嘅獨特魅力。今次就等我阿子同埋我家樂，亂啲啊！我哋2位澳門地膽，帶住 Collar 嘅阿 Day、Candy， 仲有 Rover 嘅 Kim、Jason、亨仔、希俊同埋恒仔、Miss Honey、阿慈、阿泰、Billy 雪兒，齊齊喺澳門捐窿捐罅。我哋同呢一班嚟自香港嘅朋友仔，將會發掘15種唔一樣嘅澳門印象，感受15種變化。由吃喝玩樂到文化歷史，由西圍景點到最新蒲點，呈現15種驚喜，體驗澳門15變。